子什么都不做了！义渠君，翟离，回来！你不喜欢我？莫非你是疑心我与太后有私情？难道不是吗？玉儿做事一向光明磊落。你若真的是倾心于玉儿，就不该如此心胸狭窄。月儿，月儿也是你叫的。抱歉，自小我就这么叫的。眼里不揉沙子，你给我立刻离开秦国。这里是咸阳，谁去谁留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不是我说了算，那谁说了算？自然是我。太后，大王，皇公子免礼。我与大王今日午后去你营地犒劳将士，你却不在。他们说你来驿馆看望故人了，你又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来了半日了，跟黄公子小酌几杯。义渠君贪杯率性而为，子歇不要介意。不妨。我与义渠君还有事要商议，就不多留了。走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走！出去。是。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你为何不让那黄歇走？子歇是楚国使臣，该走的时候他自然会走。你若让他走，他会立刻就走。是。可我不想让他走。说真话了吧？你当然不想让他走。你跟黄歇之间有情有义，你哪里割舍得下他呀？你与他之间有说不尽的情话，才会日日召他进宫。你若如此想，随你。你舍不下他，你却舍得下我，因为我翟离是你芈月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之人。我芈月何曾怠慢过你？你义渠君又哪会甘心受人驱使？你是太后啊，当日你需要打天下的时候，你自然把老子放在前面。如今呢，我们一群人替你打下天下了，可你的眼中却只有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了。你说我翻脸无情，过河拆桥，在我们草原，这叫卸磨杀驴。你无理取闹。哼，你是觉得心虚，你是觉得对不起我吧？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想怎样？自打我出了娘胎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大秦天下，哪怕是大王，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。你管得了大秦，管不了我翟离。如今你是大秦臣子，万事要有规矩。臣子？我不是你男人吗？好，我不做了。不做什么？臣子还是男人？老子什么都不做了。义渠君，翟离，回来！你太后，有事吗？义渠君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一早有人来禀报，说他带着几个心腹之人离开营地，回老营了。他果真说得出做得出。
太后，按照您和大王的旨意，我和雍瑞等人草拟了在大秦境内逐渐废分封、推行县郡制的政令，由朝廷任命郡守。每年秋冬，县令、郡守都要向朝廷申报当年的治状，并各对其下属进行考核。有功者可授奖升迁，有过者贬制免官。如此甚好，既可让朝廷旨意顺利上传下达，约束了旧族的权势，又能重用贤能之士，淘汰无能无用之官。楚离子辛苦了。为大秦江山，自当如此。自大王登基，百废待兴。近日我想出门一趟，看看咸阳城之外的情形。宫中之事，就暂时拜托出离子和雍大人料理。不知太后要到何处寻幸？义渠草原。义渠国归降大秦最晚，推行县郡制最迟，想必挚爱重重。我想亲自前往，也算是安抚地方官员百姓。一路上鞍马劳顿，还真有些渴了。上马奶酒。义渠君过去总念叨，说草原上的马奶子酒好。朕过去尝过，觉得不过如此。今日尝了，才发现，果然别有一番滋味。能得太后的夸奖，真不容易啊！哼，这太后口味这么挑剔，而且时时都能变。义渠君的话有趣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有话与义渠君说。是。虎威将军，我没事了，下去吧。你来我草原干什么？这是我大秦的草原，为何我来不得？你在咸阳做你的太后啊，我在我草原做我的义渠君，咱们江水不犯河水。那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大秦受封的臣子，受我大秦管辖，何况你还欠了债，我是来向你讨债的。胡说！我欠债？我自归降于秦国，我从来就没欠过债。我义渠次次那都是按时足量上交朝贡的。你想赖？你欠我的情债呢？明明是你心里装着别人。哎，你说我欠你，你欠我还差不多。哎，真是个不明事理的野马驹。我这里已经装得满满的，哪还装得下别人？装得满满的？哼，你装的什么满满的？一个小小的孩儿。小孩儿？哪来的小孩儿？自然是你给我的。啊？我有身孕了。千里迢迢来寻孩儿的父亲，哎呀，这孩儿真是可怜。
你是说，你怀了我们的孩子？是我的？除了你，还能是谁的？太好了，我有孩儿了！我有孩儿了！我一群有继承人了！一个要做父亲的人，动不动就野马无缰，疯疯癫癫，说走就走，将妻儿弃之不顾。都是翟离的错，都是翟离的错。按大秦律法，该如何罚你？这总不至于砍头吧？啊？总不能让孩儿一出生就没了父亲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对啊。那照这么说，哎，他黄歇也该罚呀。为什么？切，他竟敢胆大包天叫你月儿，月儿是他能叫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与他虽有情谊，但清白如水。而且我与他之间的情谊，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男女之情不是这样，那还能是那样？你不明白。如何才能叫你放心？你若真想让我放心，那就跟我做一件事。你说。让长生天见证你我结为夫妻。我愿意。你愿意？你真的愿意？我愿意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？可惜呀，老吴死了。他要是能活着看到这一幕啊，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。老吴为何不看好我们的姻缘？他呀，老糊涂了。咱们这明明是桩喜事，他非说是祸事，你说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啊？他真的是这么说的。别听他的。
喝口水吧。放下吧。母后从义渠草原回来了。果然知道，已经回来好几日了。大王是否听说了什么？什么？你说话呀！母后。母后怎么了？母后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怀孕？是。是不是那义渠人的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是不是那义渠人的？是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果然这就去找母后。大王，去不得！大王，你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听说几年前母后就因为误伤义渠君的事罚过大王。那又怎么样？果然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后她跟那个戎狄男人生下孩子吧？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大王，这种事大王您不能出面。再怎么说她也是您的娘亲母后啊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职在其中。您跟我说过母后的一生不易，你若是为她着想，就暂且忍一忍，岂莫伤了母子之情啊？可这问题是大秦江山的设计，我不出面，照样会有人出面。我一个人挡不住众口铄金、朝堂废议。那就让别人出面。如何让别人出面？大王，您是一国之君，下有文武百官，他们得知此事，一定会挺身而出，为您分忧的。大王，您还是装聋作哑的好。怀孕，千真万确。听说2月前太医令李密就诊断出来了，只是一直瞒着宫内外朝臣。这个该死的义渠君，这是把太后置在火炉上了。左相打算如何？大王知道吗？大王年纪还轻，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我即刻进宫备撵。这么说，你也知道了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你说说，该怎么办？冉帝也不知道。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有这个孩子？姐姐，你是太后，是孩子的母亲，你想保住这个孩子，谁也拦不住你。他们虽拦不住我，但他们会在朝堂内外鼓噪，搅乱人心，说我为嬴氏家族抹黑。太后，出离子求见。你去吧。你去告诉出离子，说我身体有恙，3日后朝堂上见。是。冉帝，你去帮我把雍大人请来。大人请回报。太后说，3日后朝堂再见。3日后，到时候恐怕什么都晚了。如今此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如果处理不妥，3日后大吵，恐怕群臣会把宣誓殿给掀翻的。太后有所不知，此事如今已经是街头巷尾，人尽皆知，想瞒都瞒不住了。我并非想要隐瞒，雍大人放心，这宣誓殿翻不了。可此事的确难办呐。若不是难事，我怎会找你？虽说世人都言智如出礼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雍大人
也是我朝中的极致高人。可惜张子不在，处理这等事宜，需张子那样的极致辩才才行。张子虽不在了，但还有你雍大人。放眼看去，满朝文武唯一可以放心托付的人，那就是你了。谢谢太后信任，雍瑞将殚精竭虑，尽力不负太后众望。其实还有一人，雍大人，或许可以与他商议此事。当真？大人，黄公子到了。哦，快请。是。哈哈，子歇，雍大人啊，快请坐。雍大人，这似乎是在做学问。啊，是啊，在做一场自古至今都没人能做得通的大学问。看来太后为难雍大人了。太后不仅为难我，而且让我找你商议此事，这岂不是要为难你了吗？照我看，这个时候最不该向你提及此事。雍大人不必这么说。太后让你找我来，是因为她早就把我当至亲了。我们之间坦荡相对，毫无隐瞒。这么说，子歇已知此事？街谈巷议，路人皆知。好，那子歇你说，太后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儿，那孩儿既有母就得有父，但明日朝堂之上，太后绝不会向众人提及孩儿的父亲，这该如何是好？那就让这个孩儿没有父亲。我翻遍所有典籍，自古往今，这事儿说不通啊！怎么说不通？周人的始祖是怎么来的？不是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吗？既然周人的始祖出生是因为他的母亲吞了个鸟卵，那没有父亲是在情理之中的。赵大夫，那事儿听说了？轻声，切莫张扬。哼，你还想为他遮丑？出了这事，谁人不知啊？哎，丢人呐！出了这种事儿，让我们怎么面对中国？哎，怎么面对大秦的列祖列宗啊？今日我要冒死向太后谏言。是啊，为人臣者，无死战，闻死谏，当在此时。唐大人，雍大人，王大人，各位大人，雍大人啊，郑大人，张大人，啊，各位卿大夫，该上朝了。哎呀，走吧，上朝了。走了。上朝了，上朝便是。对，您请。太后大王到！臣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诸卿免礼。听说今日上朝之前很是热闹，诸位卿大夫似乎都在议论纷纷。
可否告诉朕，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司马将军，坐下。哦，你们对朕无可奉告？那朕倒是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不知太后有何事相告？朕有一件大事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朕有喜了！哎呦，这种事情真是太荒唐了！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这种道理啊，你说说不通啊！感恩太后，这喜从何来呀？朕是大秦太后，怀的自然是嬴氏之后啊。太后此言实在是荒唐啊！难道先王去世数年还能够？将军真是聪明人。朕数月前曾梦见先王，先王伤感，嬴氏子孙人丁单薄，大王孤单，缺少臂膀，故与朕入梦，孕育子嗣。这说不通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简直是不去谈呐！太荒唐了！就是，荒唐。诸卿不为先王贺，也不为朕贺吗？看来你们竟是大喜过望，喜不自胜了。但朕这会儿身子有些不适，甚感倦怠。那我就先回了。太后，太后，此事太过急患，难以取罪卿大夫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匪夷所思啊！听我一言。雍瑞，你为何要阻拦诸人？对呀，此事就这么完了？诸位追上去，又能做什么？你说呢？诸位争执半天，无非想要太后给一个交代。如今太后已经给出了交代，诸位还不满意吗？哼，这也算交代？是啊，这就是先王托梦，太后有身，这简直是拿我们当3岁小儿。就是啊，对。那各位想要太后怎样的交代啊？大秦嬴氏，王家血脉，岂容混淆？那各位想要怎样？难道要逼一个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吗？你等谁敢？谁想动手？先过了我这一关。那也不能冒充嬴氏血脉。嬴氏毕竟是王家血脉。是啊，诸位，就是啊，既然谁也没有能力阻止太后生下这个孩子，那倒不如想想，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该姓什么？难道姓义渠君的姓吗？那他成年以后要不要分封？分封完了，封地归谁？归义渠？不行！大秦将士辛苦得来的疆土，
岂能属于外姓？说道理，那只有姓嬴了。这断断不可。我等身为大秦之臣，若是坐视王家血脉从此小乱不堪，何以对先王？何以对列国？何以对后人？列国，列国早有此先例。胡说！哪来的先例？诸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秦的图腾——玄鸟。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。周人始祖的母亲简狄吞玄鸟之卵，而生下周人始祖契。敢问，契之父在哪里？秦人始祖的母亲姜原采巨人足迹，而生下秦人始祖契。请问，契之父又是谁？那只是古时传说，何以能用之今世？好，始祖们太远，那就说说今人。当今列国最强者七国，七国当中，国力与疆土能与我大秦相匹配的，除了楚国，还有齐国，对否？雍大人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。楚离子，今日必须把话说开了。你，楚离子，齐国又如何？齐国原为姜子牙的封地，齐国国君原本代代姓姜，如今却为田氏所代。为何？田氏原为齐国之臣，一心渴望获得王权，无奈族中人丁单薄，无人帮衬，徒呼奈何。于是田成子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广纳美姬，大招宾客，令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而不进，几年之间就多了70几个儿子。田氏因此而得以人丁兴旺，实力大增。至田襄子时，一举取代姜氏，而成为齐国之王。此为容焉，耻焉。诸位，太后生子，当为嬴姓妇。自然是要姓嬴。看来也只能如此。儿臣恳请母后收回成命。为什么？儿臣是一国之君，母后若在朝廷上下被人戳指脊梁，儿臣惶惑如何治理国家？更何况，母后不该罔顾臣民心意，毁了您的名声。大道理不必说了。今日大朝，雍瑞的那番话，难道无人转告你？儿臣不能接受，请母后治雍瑞谗佞之罪。继儿，当初母亲怀上你的时候，也是受尽了千辛万苦。有人不想让你出事，用了种种手段来算计你的性命。可我终究还是把你保了下来，因为你是我的孩儿，我的骨肉。我就算自己不活，也要保你平安。当日我身处卑微，尚能保住我的孩儿。如今，谁还能再迫使我杀死自己的骨肉？母后，当初与眼下不同，有何不同？难道你是说，我当日怀上你是名正言顺，因为有一日你可能会当上大王，为我带来荣宠，母以子贵，所以你的性命更金贵。而这孩子有可能会为我带来谤言，会让人对你视皮论骨，我就该轻贱他，杀了他。继儿，对母亲来说，我腹中的孩儿同你没有差别。你只想讨好那些装腔作势的人，对这孩儿竟然没有一丝的怜惜。别忘了，他是你的兄弟姐妹。儿臣是嬴氏子孙，儿臣自有兄弟。是啊，你的嬴氏兄弟们有多少都想要你的性命，要你的脑袋。
你宁可要那样的兄弟，也不肯留下母亲腹中的兄弟。母后，儿臣不是容不下你腹中的孩儿，而是您心里根本没有了父王，只要那个义渠君。你父王已经与我天人永隔，你却要我做抉择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执意想认的兄弟们，如今大都被葬在城外的墓地里，而我腹中你的兄弟，却可以和你绕于膝下，做嬴驷的儿子。你来选，要哪一边？母后，你为何要逼我？是你来逼我的。母后，出去。儿臣出去，就跪在殿外。母后什么时候改变主意，儿臣什么时候起来。随你。儿臣只是凭着一个做儿子的心，求母后改变主意。儿臣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母后好。大王，野姐姐，你们来，快赐座。姐姐，我们刚才看见大王跪在殿外。他想跪，由他去。这也难怪大王，他毕竟年少气盛，遇事不知道进退。难道姐姐就没有别的法子处置眼下的麻烦？荣兄这是何意？既然姐姐已有身孕，就该力保母子平安。更何况妇人堕胎那是性命交关的事情。我怎能不替姐姐打算？但就算要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们也可以暗中安顿，过后他人又敢说些什么？如今此事已被人四处张扬，让大王颜面无存，让我们不好收场。这倒也是，这些本是内宫事宜，究竟是谁把它传得沸沸扬扬的？我虽已在宣誓殿执掌权力，但不甘心情愿臣服的人依然众多，只是无可奈何。宣扬此事，拿他大做文章胁迫于我，挑动继儿与我母子不和的依然大有人在。荣弟，你的谏言并非不可，但却不能用在这个时候，更不能用在我身上。臣弟不明白姐姐的意思。言论汹汹，无非是逼我让步。我平定诸公子之乱，推行商君之政，剥夺了他们诸多旧有权势。如今他们只能示弱，我若退一尺，他们就要进一丈。我若堕胎，接下来我与义渠君之事亦成了罪过。世人做事心中有愧，偷偷摸摸。我若生下这孩儿，暗中抚养安置，那就永远成了对手的利器和束缚我的桎梏。此言有理，是臣弟思虑不周了。魑魅魍魉最喜人过，专喜窥人私隐，杀人于无形。那些不满之人，借此事到处煽风点火。初离子是嬴氏大宗伯，司马错为人耿直，难免受人蛊惑，上了他们的当。所以遇上此类事情，我绝不退让。你要把私隐之事当成把柄，那我就干脆摊放在炎炎日下，
看你又能如何？不错，这天底下的事，再多弯弯绕的心思，终不如以力制胜，以强克弱。姐姐既已决意，无论有何事，我们都会与姐姐同心协力。只是姐姐对大王不要如此的严厉。母子之间若是生分了，那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我这一生，唯有与你们二人一母同胞，同气连枝，这种骨肉亲情，刀砍不断，火烧不灭。我想留下这孩儿，不仅是与义渠君的情分，也不是要与那些假惺惺的人硬赌一口气。我只是觉得继儿，她太孤单了。